歡迎大家今日嚟到我哋當中。阿望咧喺今天嘅早上，咁我係第一個分享，希望透過我嘅分享都係讓大家體會到靈修指導同敬拜一啲嘅關係。我自己係 ACM 嘅同工，咁都係活試咗一段嘅時間。其實喺敬拜同音樂嘅侍奉咧，我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侍奉啦。唔知大家仲有冇印象咧？以前喺香港咧有一啲叫福音歌隊係咪？可能而家仍然都記得一個名字叫 Eternity 啦。以前仲有其他波隊嘅，咁我都係其中一隊，不過唔講出名。有啲係轉捩點，我有冇聽過啊？係嘛？加音時段聽過啊？就用低個年代開始翻而家我侍奉嘅。隨着香港嘅音樂事工咧開始發展，除咗風歌隊開始進入到敬拜讚美嘅年代，我都參與到一段長嘅時間嘅敬拜陳備嘅事喎。近呢6年嘅時間最近咧即係學習靈修嘅時候，都讓我去明白點樣將敬拜同靈修有一個嘅整合。嗰個咁長嘅侍奉咧，其實咧即係我自己喺漢語傳道會嘅訓練入邊咧，佢都向每一個同工咧都係有咁樣去鼓勵我哋，將我哋一個侍奉咧寫一部都叫使命宣言。喺當年我參加敬拜讚美侍奉嘅時候咧，呢個就係我自己嘅使命嘅宣。所以我好清楚咧，我知道咧係繼續點樣喺敬拜嘅路上咧嚟到跟跑。咁但係喺一個咁長嘅侍奉入邊咧，我都經歷過生命嘅學習，都經歷過咧侍奉嘅終極。喺一段嘅長時間入邊咧，因為侍奉太忙啦，同時間喺屋企。喺當1008年嘅時候啦，咁我仔就出世，咁我經歷好忙碌嘅侍奉，亦都經歷好忙碌嘅家庭嘅時候咧，男人係需要啲咩咧？男人需要空間㗎，但係我24/7都係冇空間，直至到我夜晚瞓覺嘅時候咧，我知好似從無接嘅空間，但係已經係進入咗夢鄉，進入咗夢鄉都好啊，有陣時都未必瞓得着。喺一個長時間入邊，曾經有2次我自己喺情緒出現一啲好大好大嘅困，當中亦都有牧者去見證過一啲嘅經歷。但係同時咧，我亦都喺侍奉都同時間走入一個樽頸。你見我先頭喺先頭有啲 slide 入邊嘅好長時間敬拜讚美侍奉咯。我都需要負責參與嘅一啲敬拜讚美嘅聚會，去負責去帶領敬拜嘅。有陣時都面對一啲好鼓勵嘅情況，即係話係一啲嘅營會、一啲嘅聚會帶領敬拜之後，有啲頂子會主動去同我分享，或者好多謝你喺先頭嘅敬拜讚美入邊，佢好感動。咁有一段時間，我覺得呢個感動嘅分享都俾我都感動，同埋我都覺得被鼓勵。但當年入內長嘅時候，我開始去思考感動係一樣咩嘅？係一個情感上被音樂嘅感動，還是佢係經歷上去感？嗰個感動究竟係喺一個聚會嘅呢，還是話聚會結束後坐之後會繼續都感動？或者嗰個感動嘅體會，嗰個經歷其實對佢嘅生命有幾大嘅意味？我開始亦不斷問呢個問題。於是我就喺侍奉嘅，我覺得我喺度終極。就算我預備我敬拜點好，點去投入，點入心，點用我技巧，點用音樂嘅鋪排都好，我唔識得將人帶到一個更深嘅關係嚟對敬拜，完全唔識。呢個做過多年嘅發展呢種，對唔住我先做佢哋呢個鏡頭。係感謝主咧，即係喺我人生進入一個情緒低谷嘅時間，同時間亦都經歷事動嘅樽頸嘅時候，上帝帶領咗我去學習靈修學，再而學習靈修指導。記得有一次咧，就係多謝陳老師係我嘅老師啊，我哋學習靈修學嘅時候，佢分享咗一個關於靈修指導嘅一個嘅解釋同埋定。當我見到呢一段説話，我係好震驚。當我不斷喺個心入面，我點樣將人帶到更深嘅關係入邊，點去敬拜佢嘅時候，呢一樣嘢咪就係
進入禱告，進入熱誠關係進深而敬拜就係一樣。所以呢個就成為我人生下半場我嘅侍奉嘅使命嘅宣言，就係透過靈修指導你延伸敬拜嘅神與神結合更深嘅關係，以神為中心去跟隨佢。所以喺過去咁多年嘅敬拜讚美嘅侍奉，再進入靈修嘅學習同埋個人多操練嘅時候，要敬拜侍奉進深，嗰個人嘅生命本身一定會做實，就好似個潛水員咁咯。喺一個海域入邊，你要自己去親身去潛過，你先可以帶領你所訓練嘅學，我做到更深嘅海域俾得做。但同時亦都學習到點樣將敬拜靈修有個侍奉嘅整合。喺我哋過去一啲嘅學習同交流，會將呢兩樣嘢分開，可能因為一啲聚會嘅緣故，因為一啲嘅禮儀嘅緣故，好似分屋，或者我哋概念上粗為分開，但係其實係可以整。喺當分享點樣整合之前，我都分享一個我哋值得反省嘅嘛。我作為一個敬拜侍奉者，一個好熟悉嘅比喻，浪子嘅比喻。浪子比喻入面有大兒子，有小兒子。今天我哋試下培訓分大兒子，佢每一日都喺在家裏工作，與父親一齊，但係有冇認識呢個父親？我哋呢啲做神工作嘅人，我哋都係帶領敬拜嘅人，喺敬拜服侍將人帶到神嘅面前。我自己有冇認識呢個父親？有冇愛父所愛？有冇先與父神結到更深嘅關係？當提到請望婦人嘅比喻，可能我哋會通常有兩個進路嚟到理解呢段經文，一個就係學習耶穌點樣同佢談道，一個就係敬拜嘅真諦。想問嘅就係，若果當時呢個婦人親眼親耳聽到耶穌同佢分享敬拜嘅真諦，若果佢仍然都只係固有翻去基耶穌所嘅敬拜嘅時候，佢嘅敬拜有冇真係未更新？我哋作為敬拜侍奉者，我哋嘅服侍，我哋嘅敬拜係咪只留於領詩嗰廿分鐘？係咪只留於聚會？係咪可以延伸到我哋個人嘅靈修個嘅敬拜，可以與主結下啲心嘅？所以喺舊年當我預備一啲工作坊嘅時候，我好想提倡一樣嘢，就係敬拜要做敬拜侍奉嘅靈修人，進入生命嘅深處，以最真實嘅自己與神建立更深嘅關係。所以靈修亦都讓我哋去翻到創造嘅本源，就好似今日所唱一首詩歌，翻到造物者嘅身旁，與佢建立關係，同時都係認識自己。就會真正嘅神，活出真正嘅自己。呢個真正嘅自己係邊個啊？就係上帝設計、造就、建立嗰個我咯。靈修對敬拜侍奉嘅重要喺靈修入邊，我哋可以與主連結，常在主裏。我哋枝子連結喺葡萄樹，對我哋敬拜侍奉有咩影響？持定我哋敬拜嘅目標都係一樣，讓人成為歸回呢個樹幹嘅枝子，與主深深嘅連結，亦都讓我哋回歸天父，擁抱天父。靈修讓我哋重尋天父兒女嘅關係，呢個係我生命更新其中一樣嘢。我做一個全職侍奉嘅人，好多時主同我嘅關係咁樣咧，佢係主，我係僕，佢係老細，我係工人。評價自己只係忠實，唔係愛唔愛。但當我 burn out 嗰段時間，我重尋天父與兒女都更親密，就係我與神最基礎嘅關係嘅時候，重尋翻呢個愛嘅關係。所以當我帶敬拜嘅時候，我去敬拜侍奉嘅時候，亦都讓我去把持住低。呢個係讓人與神建立關係事。重尋自我，亦都擁抱自我。先有講到揾到真正嘅自己。我哋作為在世上嘅人，有好多假我出現，活你好多時都活喺人哋嘅期望或者都神韻，但係真正嘅自己係點樣？
所以對敬拜侍奉之嘢都重要喎。衡量自己價值唔係我帶佢敬拜幾好，唔係我音樂幾叻。藝術人有陣時有種驕傲，驕傲嘅相反亦都係極度嘅自卑。我嘅價值喺邊度？我價值而在於音樂，我價值唔在於我唱得好，我價值係在於我哋上帝嘅你對視頻。就會照明，記得揾到方㗎。我哋人生要找到人生嘅照明嘅同時，係一個周而復始，每個禮拜重重複複嘅帶領敬拜嘅事同嘅時，有時我哋都會遺失。但靈修再次由我哋提醒佢把持翻我哋敬拜侍奉嘅使命。不論我喺機構好，或者我自己喺自己教會都有帶敬拜嘅時候，我都知道我嘅事㗎。你對將日帶到十二月節，唔淨止帶到佢滅節，係帶到佢緊濕嘅關係。講到敬拜同修嘅融合，我借咗一個本書俾我嘅框架。喺呢個禱告真題連講到向上移動，尋找我哋需要嘅親密，就係我哋與神嘅親密啦。向外移動，尋找我哋事奉嘅需要；向外移動，尋找我哋需要嘅改變，內在嘅更新。我借咗呢個框架，要讓我哋去反省思想敬拜讚美歌年嘅走向。敬拜讚美喺香港已經有成20幾年嘅時候，喺當時我哋好多嘅做都去不論係我自己服侍嘅機構 ACF， 以前好大家都認識嘅小詩歌就係李時華或者大祭司，喺一啲敬拜嘅場面入邊，好着重我哋去獻祭，佢擺上跟上嘅敬拜。會睇到唔同嘅教會機構喺敬拜讚美嘅服侍面，亦都不忘宣教，兼將我哋卡不松去到基層嘅地方，去到海外嘅地方嚟到宣教。但係咁多年敬拜讚美嘅發展，卻係少咗呢一塊嘅不足，就係進入內省。喺敬拜入邊，我哋點解係盡心去內省更新我哋其實個歷者以基督為中心地去耕耘嘅。所以敬拜讚美嘅融合嘅向導就係讓敬拜進入靈裏嘅退休，藉着靈修與神建立更新嘅關係，讓人獻上喺神裏面獻上更深倍嘅敬拜。而實際敬拜同靈修喺實際嘅衝撞入邊都有個美好，讓試過打開我哋嘅心靈，以感性進入靈修嘅操練。有時音樂亦都會幫我哋提升我哋嘅情感，例如我哋唔單止係進入情感，亦都輸入情感，進入真我生命嘅深層，亦都去面見神。靈修默想亦都讓呢個敬拜嘅過程入邊，我哋唔係只係停留喺音樂，唔係停留喺歌詞，唔係只係停留喺情感。有神嘅說話更聚焦嘅嚟到默想，有神嘅說話更聚焦嘅喺我哋生命嘅邊嘅擴展，嚟到更深經歷喺心靈嘅深處與神建立更深嘅關係，獻上更深嘅敬拜。所以喺過去我哋曾經做過唔同嘅聚會入邊咧，例如2個鐘頭嘅一啲嘅聚會，有敬拜，有一啲靈修嘅導引，有一啲默想嘅時候，再有啲回應嘅敬拜，而係中間唔需要點樣去講一啲好長嘅信息，但係上帝嘅話語就喺靈修默想喺敬拜入邊，進入人嘅心，進入人嘅生命，會做好深嘅回應。所以過去好大恩喺過去 ACM 同道風山基督教重立，喺由21年至到而家，我數個衝率都應該最少有20個以上嘅日營或者宿營嘅區修營會，我哋一齊舉辦過。當中除咗詩歌敬拜，除咗個人默想，入面亦都有唔同元素，包括啲唔同嘅靈修工作坊，有見靈修指導時間，亦都有時我所講有2個鐘頭嘅敬拜靈修音樂。透過啲服侍，讓人喺最裏邊咧更深經歷神同嘅生命，攞更長嘅去延續嘅改變。既然搞到咁多工作坊或者一啲營會啦，我哋嘗試都整合下我哋啲經驗，希望同人分享咧。因為就係覺得有啲人嚟到我哋營會，佢好經驗神，但係佢唔知我哋做咗啲乜嘢。
所以咧喺舊年嘅時候，我哋嘗試小試牛刀，就係有一啲嘅將唔同一啲嘅敬拜或者一啲靈修默想嘅方式，點樣去融合一齊，佢講解俾一啲敬拜侍奉嘅弟兄姊妹聽，如果俾佢體驗多啲，究竟係一個乜嘢嘅一個嘅服侍，讓到佢再思想翻佢嘅敬拜博士係點樣多，所以都感恩喺過去有上帝嘅帶領，俾我嘅生命嘅改變喺敬拜入邊一啲重新嘅思考，再去一齊有同工一齊嘅實踐嚟同佢祝福每間教會同埋你嘅召將榮耀好多嘢上嚟。新嘅節目早晨啊！嗰啲好熟悉嘅面孔啲，好係啊，呢度好親切啦！我以前初返嘅舞會都係類似咁樣嘅方法擺凳啊咁樣嘅，係啦。咁我都多謝讀通山嘅邀請啦，咁樣咁等我可以喺度分享下，同埋都幫我整合下靈修導引同牧養究竟有啲咩即係關係咧喺我嘅體會裏邊。咁我都介紹下自己先，係啦，我就叫做朱經華啦，就冇個妹叫春夢嘅，所以係最細啊，係啊，咁就大家可以叫我經華咁樣。咁2007年喺中神道學碩士畢業之後咧，主就帶咗我去宣道會沙田堂牧會，就直到今日啦。咁差唔多出年就20年嘅啦咁樣。咁我初入職嘅時候咧，其實我都係學完傳道會同工嚟嘅，我之前讀中神之前咁樣。不過即係去咗牧會，去咗沙宣服侍之後咧，咁我成日都問天父喎，究竟牧養係一回咩事嚟嘅咧？咁樣作為教會嘅牧者，究竟天父最想我成為點樣嘅牧者咧？咁樣，因為我發現咧，牧者可能在座有啲都係就好需要開會啦，籌備啲活動啦，有啲聚會又要搞啦，搬凳又係去啦，整電腦又係去啦，帶查經啦，講道、安息禮拜，即係做好多嘢喎。我哋差唔多打雜咁喎，好似係喺教會裏邊。咁所以我都會問天父，咁做晒啲嘢之後，係咪我同弟兄姊妹嘅靈性即係我哋嘅生命就可以成長，靈命又會提升到嘅咧？咁樣。咁所以問下嘅時候咧，天父就俾我發現，其實我都有好多機會可以個別咁樣去接觸到唔同嘅弟兄姊妹嘅。當我聽到佢哋各自同我分享，即係佢哋嘅掙扎困擾嘅時候咧，咁嗰啲嘢就好少或者唔會點樣喺聚會裏邊公開咁分享嘅，係。咁當我聽到嘅時候，我就好想為佢哋祈禱啦。咁好想繼續去問神啦，天父你想我即係點樣藉住我作為教會嘅牧者嚟到回應佢哋嘅需要咧？咁樣咁直到我睇到 Eugene Peterson 咧有一部書喎，係啦，咁佢提到唔知你同唔同意牧者嘅專業就係陪伴信徒面對無法解釋又令人厭惡嘅中間地帶咁樣，係啊，咁最重要我覺得就係中間地帶啦，同埋陪伴面對啦，咁樣係啦。佢呢個講法就令到我心裏邊好有一種共鳴啊，係啦。咁我諗天父都係藉住呢句説話吸引我咧，對照下我自己作為一個牧者。其實我同弟兄姊妹一樣，我哋都時時喺中間地帶嗰度喎。咁我係咪好願意去陪伴佢哋？去同佢哋一齊去面對，或者都讓佢哋同我一齊去面對咧，咁樣。咁解釋下先，你覺得咩叫中間地帶咧？即係唔上唔落啊，係咪？即係又唔係起點，但係又未見到終點嘅嗰個中間好即係混亂嘅時刻喎。咁特別有啲好冇辦法解釋嘅生老病死啦，係啊。即使有咗 BB 嘅人都係好掙扎、好困擾喎，可以唔係開心喎。好多嘅苦難疾病危機會突然間出現嘅，唔係理性或者神學可以提供到咩嘅答案嘅。更加咧，
短暫同埋永恆之間嗰個定位咧係好飄忽嘅。舊有嘅安全感咧就已經瓦解咗，新嘅盼望或者方向咧又仲未顯現出嚟喎。即係譬如你見啲小朋友升學就係啦，小學升中學或者幼稚園升小學，佢哋真係好大張力嘅喎，好大壓力嘅。咁我哋都係即係大人轉工或者失業或者係啦，總之有好多轉變之間咧，究竟有啲咩係永恆唔會改變，有啲咩係短暫一定會失去嘅咧咁樣。咁更加重要就係咁多嘅未知同埋焦慮失控嘅時間，即係我哋嘅靈性點樣去經驗到主嘅安慰陪伴咧？定係喺嗰個即係黑夜裏邊係啦，點樣去等候天亮，等到有光明嚟臨咧？咁樣咁呢啲中間地教，我諗大家都好明白㗎啦。咁所以我跟住問天父咯喎，嗰幾年就係咁，我作為牧者嘅陪伴同埋面對，又可以係點咧？咁樣係咁我就最初入職嗰幾年咧，就其實都係用好多時間嚟聽弟兄姊妹個別私下嘅分享啫。咁我會記住喺心，然後一齊祈禱咁樣。咁不過咧，好多時候啲弟兄姊妹都會問：咁你有咩意見啊？你點睇啊？咁樣。咁當然我係一個牧者啊嘛，咁我要提供一下我自己嘅睇法意見啦。不過好多時咧，我就有個聲音喺裏邊話俾我自己聽，其實我嘅意見睇法真係咁重要咩？定係其實佢哋需要聽嘅係天父上帝嘅意見睇法咧？咁樣。又或者我會察覺到自己，其實我內心咧都有好多感受情緒喎。有時其實係好不安混亂，我都唔知點回應佢喎。咁就揾啲存貨出嚟先，開啲罐頭出嚟先咁樣。有時都唔耐煩嘅喎。當然有時係會有憐憫，係會有關懷，但係作為人都好有限嘅喎。咁樣。咁所以我覺察到內心有啲咁樣嘅即係狀況、感受、情緒，會影響我點樣去陪伴嗰個人同一齊去面對嘅時候咧。咁我咧2012年咧就返咗中神讀一個教牧輔導啦，咁樣。咁因為喺嗰度讀書啊嘛，咁就有啲積分可以讀少啲，咁就繼續讀教牧輔導啦，咁樣。最初只係好想幫自己了解自己多啲啫。同埋對自己嘅過去啊、現在有多啲愛同接納，以至我能夠知道有啲咩影響緊我去陪伴人，去陪人一齊面對一啲中間地帶咁樣。不過喺即係經歷咗好多課堂啊、實習啊、自己去見輔導之後咧，咁我就多咗好多，或者都唔可以講好多，多咗啲同理心啦咁樣。咁啊，仲有套戲話同理心可以拯救世界噶嘛，係啦，我睇咗噶啦。咁啊，確實喎，所以啲同理心喺我陪伴嗰啲人去面對嘅時候咧，我係聽到多啲對方內心嘅嗰種渴望嘅，對方嘅憐憫、了解、體會係會多啲嘅，多啲嘅啫，係。咁以至我哋可以一齊去即係透過聆聽或者嗰種相處咧，揾到多一啲 insight，即係一個洞悉或者洞察力啦嚇。咁或者嘗試去睇下生命可以點樣去即係成長，有啲咩方向咧咁樣。咁都用咗我安息年嘅時間去即係完成呢個課程。咁所以之後嗰幾年都係啦，即係可以喺個別嘅面談裏邊去同弟兄姊妹一齊。咁不過咧，直到2020嘛，大家知道2020香港或者2019開始，香港就發生一個好重大嘅變化啦。我同弟兄姊妹都一樣，我哋喺呢個時空感受到一個好大嘅震盪啦，係啦，好多感受情緒都係好難以形容嘅咁樣，或者好難即係整理得到究竟其實係發生緊咩事嘅，我嘅內心。弟兄姊妹都係咁。咁不過好感恩咧，就係2018年開始咧，天父就俾我可以試下畫畫去呈現祝
碰到嘅內心係點樣，透過畫紙、顏色、構圖去經驗。天父首先陪伴我先，佢同我一齊去面對我嘅內心嗰啲好難講俾人聽、好難掌握嘅心境咁樣。當我內心好翻騰、好不安、好躁動嘅時候咧，天父真係實在咁陪伴住我，同我一齊同行嘅。呢幅畫就係19年尾嘅時候畫嘅，係啦。咁19年尾，大家可能個心情會都有啲咁樣。咁我好感謝主，就係佢對我嘅聆聽，佢慢慢幫我引導我，可以行向嗰個光明嗰度啦，咁樣。咁所以嗰時我就意識到，其實弟兄姊妹同我一樣，喺當下嗰個處境，或者係任何一個處境都係，我哋就好需要呢一種即係心靈嘅覺醒，或者揾到一個光明嘅方向，繼續慢慢去行落去，係咪？咁所以我就去繼續祈禱啦。咁天父，你如果幫助我可以經歷你嘅陪伴，你同我一齊面對我哋，即係一齊去到行去你嘅裏邊嘅時候，咁你會唔會都俾我可以有呢個恩典，等我都可以陪弟兄姊妹一齊行去就近你咧咁樣。咁2020年嘅時候咧，我就同一個弟兄，即係其實早喺1年嘅你哋班嘅同學咧，講開呢一個感動。咁跟住咧，佢就建議我不如考慮下嚟道風山讀呢一個靈修指導嘅課程啦，咁樣。咁我仲記得嗰個係10月，已經過咗報名日期啦。咁咧都好感恩，道風山就收咗我啦，冇話因為我遲過報名日期個名就唔收我啦。咁我體會咧，天父都係一個係咯，即係我敲門，佢就為我開門，為我預備嘅天父咁樣。咁而家回望咧，其實喺2021年直到今日都係我好感謝天父為我預備道風山呢一個即係環境啦，係啦。與其話我哋係上山去進修一啲課程，不如可能更加準確嘅係天父有我每個禮拜一或者嗰啲需要上山嘅禮拜一係上山去退修，退到只係得我同天父嘅即係一個靜修嘅地方裏邊。咁上到山每一個地方，我都好經歷到聖靈嘅微風喎，道風啊嘛，係咪？係啦，好溫柔咁樣就會俾我沉睡或者疲倦嘅身軀喺星期一朝頭早就得着一啲嘅餵養，裏邊每一棵樹、每一個樹葉、每一支嘅枯枝或者每一朵嘅藍天白雲，我都好珍惜，因為我知道係咯，呢個係天父與我同在，佢做俾我哋嘅世界喺嗰度有一個好深厚嘅屬靈嘅傳統，係100年前啦，係咪都有係啦。咁係啦，艾香德牧師咧嚟到呢度去即係建立嘅一個靈修嘅場所。係啦，我感受到係啦，天父喺嗰度去陪住我，佢幫助我去安慰啦，得到佢嘅扶持啦，咁樣。我諗喺嗰個嘅狀態底下，一上到山咧，哇！即係心力已經好似好感動翻咗屋企咁樣係啦。咁最開初嘅呢個營會就係 Susan 老師用呢幅畫去幫我哋，即係有天父嘅同在底下去回顧下我哋自己喺母腹裏邊嘅成長啦，咁樣。咁哇，好感動係即係由一開始天父已經睇在我，即係睇到我。佢哋已經好知道我，佢嘅生命就已經喺我裏邊咁樣。咁我仲記得咧，第一日上完堂之後咧，我翻去咧就畫咗一幅畫嘅咁樣。咁我就覺得好似我就係呢個小女孩，一來好開心、好愉快咁樣去玩啦，好輕鬆咁上山啦咁樣。二來就覺得天父喺後邊就係望住我，見到我咁開心、咁愉快、咁放鬆、咁享受，佢都好開心嘅咁樣。所以慢慢經驗到多一份嘅
即係對主嘅渴望啦，好想見到佢嘅光照點樣喺我嘅生命裏邊。於是有時我好似行咗好多好曲折離奇、兜兜轉轉嘅道路咧，原來呢個係我當年寫嘅反思嚟嘅，係啦。原來柳暗過後仍然係會花明，兜兜轉轉、重重複複都可以係化咗妝嘅祝福。因為生命唔係一個迷宮，只係一個明鎮，一個向住中心、向住主孩嘅明鎮啫咁樣。咁所以呢幾年或者我諗，相對往後呢幾年，我都會繼續喺即係呢個山上繼續經驗天父嘅安慰陪伴啦。並且咧，天父又安慰，即係為咗我咧，安慰我咧，就預備咗一班好好嘅同學啦，好似我嘅家人咁樣去陪住我啦，咁樣。咁雖然我哋有唔同嘅教會傳統、唔同嘅背景、歷史、成長、係咯。咁不過我哋有一個即係同一個嘅天父，都有同一個對佢嘅渴望啦，咁樣。咁喺呢個旅程裏邊，我哋都即係會面對一啲衝突啊、矛盾啊，特別向內走、向深處走嘅時候，又會遇到自己或者對方嘅陰暗面啦。咁但係我哋都好感受到呢個又係我寫嘅反思嚟嘅方面，係一份即係從同學同組員而嚟好真摯嘅接納嗰種肉赤，係一份好有溫度嘅認識嚟嘅。呢份即係同行嘅禮物，都係天父送俾我嘅佛樣。咁啊，仲有就係更加要多謝啲師長啦，係啦，咁就每一個老師佢哋嘅修為修持都係好獨特嘅，係啦。咁佢哋嘅學養、佢哋嘅德行都係我好即係感動嘅，係啦。咁見到佢哋都係一個好豐富嘅創造，係天父好獨特嘅生命，幫助我哋去即係面對自己嘅面對天父嘅。咁所以持續不斷咁樣繼續去上山去接受裝備，或者拒收一齊去到天父嘅面前，等天父嚟裝備我哋啦。咁樣係。咁咧仲有兩位好特別嘅人咧，就係阿孫牧師啊。咁孫牧師係我哋沙宣嘅顧問牧師啦。咁我入職以嚟咧，佢就開始牧養我噶啦，直到我認識咗當時嘅男朋友，我嘅老公啦，依家係啦。咁我都有同孫牧師分享嘅，咁就邀請佢同我一齊祈禱啦，察驗下天父嘅帶領啦。咁轉眼都差唔多廿年嚟，佢都即係不斷咁樣去即係示範緊、指導緊一個屬靈嘅牧者係點樣嘅一回事啦。咁樣咁即係好確實、好真實咁樣同我哋同行啦。咁我嘅丈夫就係佢聽我最多咧，佢話佢掌握我最多黑材料嘅人啦。佢對我嘅愛同接納，我就係好即係感到可以好真實咁做翻自己，做翻天父做嘅嗰個我啦。咁樣即係經過呢啲嘅培育同埋鼓勵之後咧，我睇見咧，其實我繼續問嘅天父就係點樣去塑造緊我咧？其實做牧師好，做傳道好，或者我喺咩崗位好，我都好感受到，即係只要我將我嘅生命交託俾呢位創造嘅天父，佢持續不斷嘅塑造，一定會成就，一定會呈現嘅。我嘅生命就可以有唔同嘅可能性，唔同嘅面向。咁而我嘅渴望，如果嚟自佢嘅話，佢就會慢慢將我成為佢所種嘅嗰個我咁樣。因為佢話佢對我嘅意念係何等寶貴，其數係何等眾多。佢心裏邊有我心裏邊都有今日咁樣。佢又唔會放過每一個塑造我嘅機會咁。更加重要嘅係我會繼續問天父，咁你想我點成為一個點樣嘅牧者咧？咁樣，咁我係2021年按牧嘅，咁到依家其實被按牧之前，頭先講咗一啲即係點樣去陪伴哥弟姊妹一齊面對嗰啲中間地帶。咁按牧之後或者接受呢一個即係 SD 嘅裝備或者退休多啲之後，經驗天賦之後，我估我察覺到其實弟兄姊妹特別喺一啲中間地帶嘅弟兄姊妹，其實大家都唔
孤單喎。雖然大家都覺得自己好似好孤單，有時覺得個難處嗰個中間地帶好似只係得我一個咁樣。不過起碼其實天父係喺嗰度，而天父俾我哋都可以同身邊嘅人可以一齊去面對嘅咁樣。大家都渴望有一個即係靈性喺呢個旅程裏邊嘅同行嘅人嘅。咁當然作為牧者，我好願意做呢個人啦，我好願意去陪伴啦，一齊去面對啦。更加我會好感受到，其實天父都係好願意藉住身邊嘅人嚟到陪伴我，或者由我去陪伴其他人，去回應佢，去行去佢嘅身邊咁樣。咁所以我再回想嘅時候咧，係啦，呢幾年即係喺譚佩全師公係嘛，即係佢嘅書裏邊咧，我諗都改變咗一啲牧養嘅理念啊，特別喺即係同弟姊妹一齊相處嘅時候，雖然開會啊、搞聚會嗰啲都係會繼續嘅，咁不過即係我更加在意嘅係同弟姊妹一齊咧，點樣可以喺安靜喺一個好失衡、好忙亂、好追趕嘅情調底下，有一啲空間係我哋可以安靜獨處嘅咧，可以喺內心嘅嗰種乾旱疲乏，好需要尋求主嘅底下，我哋喺靜低落嚟，去觸碰翻自己內心，以至我哋可以開始認得出，我哋覺察得到我哋內心嗰種嘅狀況係點樣，進一步會去期待，去舉心向上，喺嗰度去期待同主去相遇咧。咁呢種覺察或者安靜之後嘅覺察醒覺，係即係一份恩典，係一份禮物嚟嘅。使人即係可以感覺到唔係嚟自人去做到嘅，係聖靈根本就好想、好願意去送俾我哋每一個人嘅呢份禮物。以至當我哋靜低落嚟，覺察到即係內心真係好渴望主，或者對自己對主都有唔同嘅偏執、偏離咗嘅信念嘅時候，我哋可以真誠咁樣咧，以真實無偽嘅心咧嚟到面對自己，又面對呢位愛我哋嘅主。真誠無偽好難做到噶，因為我哋個個人都慣咗冇安全感啊嘛，冇安全感咪會築起啲籬笆防衛機制啊，即係嚟保護自己咁樣。但係當我哋真係靜低落嚟，去觸碰自己、覺察自己嘅時候，其實天父就係好樂意去融化我哋，去由我哋進到內心嘅深處嗰度，去真誠嘅同佢一齊去面對嗰個真相係點樣，嗰個真嘅我係點樣。所以最後我哋真誠嘅一齊嘅時候，就係可以安居安住喺，仲記得林牧師成日講，我哋住喺豪宅嘅，唔係住喺劏房嘅，要喺主嘅豐富豐盛愛嘅接納懷抱裏邊，我哋可以安居，可以定落嚟，可以安住喺呢份被主去即係滋養緊嘅生命嗰度，可以放低嗰個防衛機制，唔使武裝起嚟啦，可以真係憑住即係對主嘅信靠，藉住主對我哋嘅愛，就活現翻喺天父嘅家裏邊咁樣。呢一條係好似歸家之路，又好似喺個中間地帶，其實係已經係神預備咗嘅地方嗰度，我哋可以喺嗰度去享受、去體會、去經驗翻嗰種溫暖、嗰種愛、嗰種光明咁樣。咁我想講多啲住咧，因為你知牧者咧就唔同你去道風山見一個鐘頭 SD，下個禮拜又再上去見一個鐘頭咁噶嘛，係咪？我哋就時時都會見到啲弟兄姊妹嘅。如果佢嚟揾我
一齊去祈禱，咁我又會見到佢有冇翻團契啦，又會見到佢有冇翻崇拜啦，翻崇拜翻團契就誒交往係點啦咁樣。即係我哋嘅 life together，我哋一齊咧，其實係我相信係天父更加有一個美意咧，係讓牧者可以承載住弟兄姊妹嘅生命，以唔同嘅角度去即係照管神託付俾我哋嘅群羊。咁當然有啲人會 ready 啲，或者願意一啲去同你一齊禱告，同我一齊去禱告。有啲人未 ready，或者神未俾佢呢一個體結，呢個即係感觸，咁都唔緊要㗎。咁可以等，即係嗰個嘅過程，我相信一定係天父會揀選唔同嘅人，按住佢嘅需要，按住佢嘅步伐，按住佢嘅時間表，有呢個渴望嘅心。咁嚟到同我一齊祈禱嘅時候，咁我哋就一齊去即係安居喺神嘅愛裏邊咁樣。咁平日我見到即係弟兄姊妹嘅生命，佢哋嘅侍奉，佢哋同家人嘅關係，呢啲都係神俾我好似佢嘅角度咁樣去睇見多啲。但係係咪需要我去即係事事都介入啊？事事都去即係指整佢哋啊，或者鼓勵佢哋啊，安慰佢哋，其實又未必需要。咁呢個都係我相信天父對我嘅操練，就按住佢嘅時間咯，按住佢嘅光照，按住佢俾我哋嘅引導，不停同主一齊，同弟兄一齊去察驗父，去回應佢，咁就夠啦咁樣。所以孫牧師成日講嘅，我哋冇水晶球，我哋好難去即係估計下嚇，即係或者講出神嘅心意就係啲乜嘢啦。不過我哋呢一份即係同弟兄姊妹同住一齊嘅察驗去回應嘅功夫咧，我相信係天父讓我可以喺牧養裏邊去即係整合到出嚟，去簡單啲講就係一步一步咁見步行步，行步又見步嘅咁樣去到跟從主咁樣。咁最後咧，我好想送呢節經文俾大家。呢個係我成日為弟兄姊妹都為自己祈禱嘅，就係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神榮耀嘅父，將嗰個賜人智慧同啟示嘅靈賞俾我哋，使我哋都真知道佢，照明我哋心裏邊嘅眼睛，使我哋知道佢嘅恩召有何等嘅展望，佢喺聖徒中得嘅基業有何等豐盛嘅榮耀。所以我嘅分享就係咁多，多謝大家啦。